叫王龙蒙，是1989年天安门的时候的留世学生。我现在在法国，从达赖喇嘛尊者，拿得了这个诺贝尔奖之后呢，我们也开始关心西藏朋友的情况，还有西藏的未来，还有中国的关系。我现在是在法国的巴黎参加一个有罗马和柏林、巴黎同时组织的一场大的一个游行，就是帮助世界上所有的少数民族这么一个大型国际活动。我作为这个中国公民力量的代表和法国藏汉友好协会的主席来参加这个活动的，因为我认为今天西藏的问题不是单独的西藏跟汉人之间的问题，是整体中国人和这个社会制度还有共产党这个残暴的统治的问题。因为60几年来，西藏大部分的老百姓在共产党的这种残酷统治之下，他们经受了一些非常痛苦的这个折磨。那中国老百姓也同样。经过这么多年来的这个思索跟研究，我们觉得中国的自由是这个西藏的自由的前提。也就是说，在中国，如果我们没有民主，没有自由，西藏的人，西藏的这块土地怎么能得到自由呢？连一点尊重都没有，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多年来我们认定的这一点，我们觉得就是很多中国人、汉人、各少数民族都应该这个积极的参加到这个，让中国尽快的实现民主化，和让这个西藏的老百姓尽快得到自由。当然，这个自由不是说一定说的法统上的那个独立的自由，其实呢就是高度自治的自由。让他们自己决定这块土地的未来，让他们自己决定这水的流向，让他们自己决定这块土地产生的物产的最终的价值，也就是说给他们最大的自由。我觉得我们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这是非常重要的，否则的我们是没有办法和谐的生活在一起的。